都要互用，要互强，爱好出遵照医生的指示，免一礼拜。Superman，叮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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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叮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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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呀呀呀呀呀呀。莫甲帮，莫甲帮。无啊，你阿哥啊？贵松松哦。哎呦，无你先安那神经药安尼起笑，迄补药啊一群抹一大堆，无你先安要开药房还是要卖啊？怎要咧开药房？歹势吼，这中药，这边西药的，遵照上高级的医师指示所贴上来。我真正身体感觉得用起来，医生特别交代，一爱食5顿哦。5顿哦，你阿哥啊，你有咧起笑无？人迄吼生囝咧做月来嘛，无安尼补呢。啊，你一工食5顿，你唔惊吼食了流鼻血哦？拜托吼，我要叫你孙阿舅糖票。我咧下你告上吼，伊讲若要娶伊，爱搁等3年8个月。你想看嘛？3年8个月了后呢，我就7十痛啊了，7十痛的人讲90都袂了，对不对？身体慢慢来排去。无扣才等来补吼，到时哪有才调 ？Superman！ 哎呦，想下嘛，咱若要顾身体食补药啊，嘛爱有站。啊，像你安尼，哎呦，安尼敢若规牛车规拖拉库在落咧，你是准备你要食袂老死袂臭呢啊？啊，话搁讲倒转来啦，过几年啊了后，咱头家娘心意若改变，到时也无一定讲还搁咧介意。我已经讲过啊。就算讲是一座冰山，我绝对吼用我光线，用我热度给养去。不管10年、20年、50年、80年，我都要娶伊。哎呦，真正听了使人感动，真正天下第一个痴情男性，钦佩。本来就是啊。阿姨，哎，文秀啊，文秀啊，你母等你要去请你走对？明阳伊讲找我有代志，叫我紧斗一下。啊，平阳叫你去因兜要创啥？伊爸爸甲阮妈妈决定讲下个月要互我甲明阳订婚，叫我先准备一下。哎呦，恭喜啊哦！雷英啊，雷英啊，我咧透早起来吼，一看你面搭也无做生理啦，啊，即摆我看你安尼哭啊，遮伤心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代志啊，哈，我阿母啊，啊，你是讲阮阿姨过身了哦？是讲吼，阿姨年纪也袂少啊啦，啊人吼这条路总是爱行的，你是毋当伤伤心的？表姐啊，我要哪袂伤心啦？我就唔甘的咧，你甲想看卖啊！阮阿母啊，遐疼我，甲我这个新妇哦当做祖囝。啊，你嘛知影伊安尼哦，勤勤俭俭，搁求搁哭，过一世人。啊，即摆大头我咧做，剩淡薄仔钱尔，我咧想讲哦，安尼哦，小甲友好的，啊，毋知影讲哦，真正安尼走咧较紧。是讲哦，阿姨，伊原本哦对着这个镜头，医生嘛有讲咧，讲伊本来是干2个月量活尔，啊，我拄活到这当今哦，也算袂歹啊啦。莫哭啊，受就较开的哈。我阿母也讲哦，伊在世的时阵啊，一世人过甲遐艰苦啦，啊，厝的人也遐尼少啦，啊，生活过得遐稀微啦。伊讲哦，我若有钱有才调，就甲请一个好女甲哭，啊，无伊也无祖囝啦。啊，若阁有钱哦，你请迄2母子靠望，讲安尼后出世代会较好命啦。表姐啊，你家想看卖，迄大头仔一工一趁偌济啦？啊，伊得着迄个镜头伫边哦，根本也无法度总纳啊。啊，我着甲收着我的钱哦，我就袂困得啦。哎呦，讲囡仔，咱钱的代志吼，咱则想办法来解决啦，对毋对咧？哪着咧烦恼啥物啦？吼，是啊，其实哦，我毋敢骗你啦。我4个连庄哦，拢找无人通啊斗相共。啊，我想讲吼，要打电话阮客伯啊，打电话去的时哦，都讲伊出国去啊，啊，毋知讲阮4家咧总无钱。
那钱的代志吼，我会甲你斗3工，咱来斗做吼。啊，你赶紧转去，甲阿姨的这个后事办好好势较要紧。是啊，谢你啦。你阿哥啊，无你是咧钓狗呢啦？安尼坐袂大端，啊徛面啊落地旋，规身躯滚两转滚，你是咧钓狗？你是咧钓狗的哦？我哪知哦，迄时阵大补完，哦，啊，就一工计2包落吼，哦，啊，迄锁情丸啊，啊补肾的吼，哦，计了伤济。啊，鸟的一个补落吼，规身躯敢若咧救紧的，看迄真正吼，敢若迄火焰山吼，迄火咧倒咧吼，哦，我若皮火啊！哎呦，烧滚滚哦！你阿哥啊，嘿，啊你规身躯烧滚滚，你敢会咧发烧啊？是三流发烧啦，哦，都规身躯吼拢袂爽快，哦，哎呦，我老子，哎呦，你阿哥，你若火气遐尔大有规气哦，迄哦用冷水哦呛的，看会好个无？这真正是无好，我拄来有去呛吼，安尼试一下吼，哦，火个吼，就倒起来。哎呦，超严是这个现在。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哦！你莫我来，好，你即马当咧掠讲你都唔听哦。啊，你补药安尼哭灌哦，你要补去补，通好烂面成果，搁煞了搁找无某。哦，真正有影，哦。哎呀，安尼想要来，我讲吼，这个代志吼，千万唔通甲头家来讲吼，讲我就会火气啊。打食补药毋是啥物歹代志，谁哪免讲？是啦，袂知影吼，伊就知影我才咧等伊吼，到时吼，莫讲3日8个月，三工吼8小时就无要叫我。走，你是头家娘，你倒来哦。唉，感觉这世间哦，足无公平的啦。迄有钱的人遐尔啊有钱啦，啊无钱的人哦，连人过身去哦，要烦恼丧事哦，都欠钱哦。唉，好了，搁啥？啊，是像这么可怜哈。啊，都阮阿姨啊，志明因老母啦。哈，恁阿姨往生啊哦？系啊，要往生的进前，佮交代讲啊，做啥物就爱甲穿啥物五子靠梦啦、孝女变琴啦。哎呦，啊志明哦，为着这个代志，安尼咕撞啦，啊你嘛知影这爱开钱啦，啊咧装钱啦，啊输落去哦，生意嘛无咋做啊。哈，打无你我开啊，这边哪会使？无哪有法度，老母过身去啊啦，啊要哪有心情去顾迄搭生意对毋对？嘛着爱先烦恼丧事啊。我看哦，上爱无啊，休咧走1、2礼拜。这边哪会用啦？迄生意吼，啊，一路做来安尼吼，有顾着人客吼，啊，即摆雄啊，生意无要做啊，人客去走去，到时要电开始吼，迄真正无好呢。啊若无，啊你，我来对你一直存起来，无你是要安怎啦？敢有法度呢？我当然有办法啦，我来讲，到底是我的，工夫是我传家的，对毋对？啊，总无讲因老母吼有艰苦，对毋对？啊，我无甲斗3工这个情，这我就互得倒，我互得倒。你这乌干仔底豆鱼无底看，哦，你即摆真正有遐北长有看，安尼吼做人成功。阿姐，两个是豆豆咧，向你报道。你哪知我遮开单啊？我是听阿姨讲的，伊讲你家一个人出来开摊，我想讲你一个人可能会无闲要去，所以阮两个要来甲你斗3工啊。嘿，就是讲阿姐咧臭大啦，真正讲大师就是大师。哎，我做大场面的呢，这单是个小 case， 我一个人来做，敢若桌顶的泥柑咧，放心啦。哎呦，阿姐，到时阵吼，生意也较好吼，加几个人斗3工，安尼毋是较轻松较好？对啊，咱真想要甲阿姐斗3工哦。对啊。好，想恁做到底。啊是讲恁甲袂晓做工课哈？啊？阿姐，阮伫厝内啊，有闲的时阵，阮哪有甲妈妈斗洗碗、洗菜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这是无问题哦，袂晓讲课哦。袂。好，安尼我来收恁。阿姐，嗯。啊
到时阵哦，赚的钱你敢真实摕出来？当然摕出来啊！去年因老母过身，吃饭的钱、办丧事的钱，都咧无够啊！我敢无讲要甲伊斗3工啊，赚的钱我家己摕落来，无可能，爱摕出来。阿姐，你做人吼就度量的啦，真正使人钦佩哦。钦佩是免啦，你无听人咧讲吼，做人为看基本，咱互人的总比咱个收较满意嘛，对不对？头家娘，你那姨这边老母迄丧事哦，敢毋是讲安尼还佫欠钱呢？钱无够。我原后我咧4家去欠吼，欠到不着万通块啦。这几支吼，伊讲用若欠700-8千块，你摕互你啊，互伊去斗3天啦。哎呦，这哪好啦？咱就知咧，恁两个也毋是咧偌好过啊你。哎呦，头家娘啊，当你配合是嘛是拢甲阮讲啊，讲哦，做人快乐之本啊，咱做会到吼，咱就尽量啊。好啦，无等你来吼，我再甲讲啦。好，哎呦，讲人到，你应该来啊啦。来坐。姐啊，你找我有代志哦。哎呀，我想要问你讲，你钱欠了安那啊？咱也使欠，当后阮就产咧足出名的啊，厝边头尾哦知影阮兜有迄个代志，大家拢嘛闪甲离离。啊，若敲电话互朋友哦，朋友敢若听到阮的声，电话就切掉啊，四界拢嘛碰壁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钱的代志你免烦恼，阿姨的后事吼，你甲办好势较要紧，钱，互阮来想办法就好啊你。莫啦，表姐啊，恁都毋是前世人有欠我，搁敲袂着就要甲恁开喙，我敢有影遐毋捌代志？丽英啊，你讲安尼都毋对啊呢，足顾欠的，恁也毋是外人啊，恁表姐甲你斗3工嘛应该的。对啊。对啦，后摆大伙就讲哦，收开啊，过工啊，再搁开，头阮师咧顾啦。恁知哦，讲哦，恁安尼遮尔认真啊，这个单吼，这个名车已经都要拍起来啊。即摆恁若休困的时阵哦，人客毋知叫讲吼，恁煞去排务要做啊，伊毋知讲吼，伊轻起来做，赚的钱拢总要交互恁。歹势啦，你姐啊，阿兄阿姨，我真有够害呢，不是哦，拢安尼麻烦你，欠恁遐尔济，我是成年纪呢哦。我无啥物出头，我敢若做这样检查尔，我无才调人去报答面呢。打你嘛好啊，你开水合水，毋是多谢，就是报答。哎呦，但是啥物人爱你报答啦？对啦，英啊，这啦，这是吼贵基啊啦，叶啊，两个人吼讲轻轻的，要甲你斗上天啦。迄个啦。多谢啦。来，你来。表姐也无啥物啦，就我啦吼，传一包啦，你摕转去，赶紧的哦，甲阿姨的这个后事办好势，较要紧吼。我真正不要紧啊！我即马规身躯吼，灰小衫无用，我便当小捂一个吼，无用我两只小抽一个，真正袂了。阿姐，你紧去啦，摕菜跟清明阮拢会晓啦。你还甲办好势哦，你若无甲办好势哦，真正这代志拢做袂成功。我来去。真出名。人家，你要拿钱就要想要走啊？你看。拜托，即摆是要甲啥物钱？啥我捡物件来纳钱啊？阮这是小生意呢，哪会免钱啦？爱钱哦，爱钱呀！对啊。甲我记咧，记到壁呢，甲你也无相干啊，你记的，有要找谁讨啊？若甲我一般收我的钱的人啊，生意都免做啊，收起来！